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Victor Wong，係 Metaverse 嘅 co-founder。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，就係如果大家去咗旅行冇開信箱一段時間嘅話，一打開信箱會見到咩呢？冇錯，就係好多廣告信啦。咁點解而家有好多線上宣傳嘅時候，我哋仲見到咁多嘅紙張廣告呢？係因為對於廣告商嚟講，有地域推廣上嘅優勢。我哋團隊開始諗，有冇可能將線上嘅宣傳同埋地域宣傳二合為一呢？而 Metaverse 係全港首創睇廣告兼賺獎賞，同時降低碳足跡嘅平台。我哋會將廣告商嘅80%廣告費直接派俾接收廣告嘅用戶。廣告商可以透過 GCAI 1分鐘內生成廣告同埋數碼優惠券，投放俾揀選咗嘅地區、屋苑，甚至某客戶群。我哋可以做到按用戶嘅喜好習慣，地域智能精準投放。喺痛點方面，第一，用戶可能成日收到同本身嘅用戶無關嘅廣告；第二，用戶會問下點解要去開呢個廣告呢？第三，可能我啱啱睇完 Party Room 嘅文章，網上已經不停推有關 Party Room 嘅推介俾我，但係實際唔知我嘅喜好㗎。咁喺廣告商方面，廣告費可能投放俾同一個用戶好多次，咁亦都唔知嗰個用戶最後有冇消費到。咁現時全港有278萬個家庭，如果每日都收到一封紙張廣告嘅話一個月已經超過咗8300萬張噶啦，即係每年有超過10萬噸嘅碳排放產生咗。咁亦未計其他水電煤單、銀行信件單等等嘅。而我哋嘅用戶每睇一個 Metaverse 廣告就等於減少咗4.64 gram 嘅 CO2 碳足跡。我哋透過用戶上傳地址，或者透過 mSmart 嘅登入，我哋就可以將佢哋現實世界嘅地區、屋苑地址綁定咗去虛擬世界信箱，建立獎賞錢包 Digital Wallet， 咁樣就可以做到地域行銷嘅精準投放啦。有咗地址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宣傳場景，例如紅磡有新餐廳嘅開張，餐廳老闆就可以發放廣告俾同區嘅用戶，例如海逸豪園、和睦花園等等，咁樣就可以吸引到附近住嘅用戶。例如某個銀行想做市場意見調查，想一啲住喺中半山嘅用戶問一啲理財需要嘅問題，咁樣亦都可以投放啦。又或者前排政府做夜繽紛嘅推廣，亦都可以同我哋合作，叫用戶去廟街打卡領取優惠券。最後可能我哋行到一個商場附近500米範圍入面，即時都可以收到呢個市場嘅最新優惠折扣。為咗我哋有更高效嘅提高轉化率，首先我哋係做咗一個獎賞機制，以用戶嘅參與程度作為獎賞程度。例如廣告跌落咗你嘅信箱，有開到嚟睇，同埋有儲存優惠券，以及獎賞最多嘅就係最後有消費到嘅用戶。第二，另外由於用戶都會每日瀏覽合適嘅佢哋嘅廣告，咁樣就形成咗個喜好習慣啦。咁從而做到更精準投放。例如銀行有啲定期開戶優惠廣告，好想投放俾中意睇理財嘅用戶。至於廣告商方面，做 marketing 唔再係純粹睇瀏覽數、CPC、CPM、點擊嘅成本等等，而係做到真正fully traceable 嘅 conversion 用戶消費轉化。我哋亦都可以幫廣告商實時追蹤分析表現，實際提升轉化率同埋宣傳效益嘅。喺我哋技術方面我哋嚟緊都會建立自己嘅模型 Via Genie 可以俾廣告商客製化咁輸入公司嘅 logo、產品、prompts、主要嘅標題、揀選模板等等，我哋就會幫佢哋生成廣告，然後仲可以作出修改。喺我哋技術優勢方面而家市場 AI tools 包括 GPT-4o 啦、Flux 啦、Imagen 3佢哋如果要 gen 一啲文字標題內容一般都會出現問題嘅。例如大家可以睇睇Grand Opening Free Entry 都係轉錯咗嘅。呢樣其實同 Text Rendering 有關嘅，圖片同文字嘅混合生成仲未做到好好。而我哋係有分一張圖嘅分層同埋框架範圍，包括咗文字框、底圖框等等，咁樣就可以做到一張唔錯效果 leaflet，同埋仲可以支援修改嘅。
線上嘅無紙化加區域性廣告行銷咧，投放將會係一個藍海。喺2030年咧，全球將會達到咧520億嘅美金。而 Metaverse 係可以咧滿足到跨地域上行銷添。例如泰國曼谷嘅樓盤廣告會 target 香港某地區屋苑嘅用戶，而香港嘅大型活動亦都可以 target 大灣區某個地區某個屋苑嘅用戶添。我哋嘅定位係同時做到區域性、無紙化、獎賞兌換、實時全轉化分析流程嘅一個互動平台。我哋用戶嘅積分 token 可以即時兌換 YUU、豐澤百佳美心、萬寧嘅現金券，甚至仲可以兌換為 Asia Miles 嘅機票添。而各大嘅廣告商亦都可以參與 ESG 嘅推廣，鼓勵無紙化，降低宣傳紙張單嘅垃圾。我哋嘅用戶可以透過 Read to Earn、Survey to Earn、Scan to Earn 賺取積分，同時降低呢個碳足跡，為地球作出一份力。喺 Revenue 方面，我哋最主要賺取每單廣告開支嘅20%，同埋每生成 Digital Leaflet 嘅20蚊美金嘅。我哋設計上 Metaverse 會好自然咁產生一個供求關係，廣告商要做推廣，會持續落廣告，就會以實際嘅錢去兌換成 Melcoin， 然後投俾接收廣告嘅客戶嘅，而客戶會想一直儲到 token， 然後再以 token 兌換成現實世界嘅現金券。咁樣就會以有限 token 供應之下用戶越多就會為廣告商持續增加價值，令需求持續加大，從而令 Melcoin 嘅價值不斷提升。我哋係一支得獎嘅團隊，喺過往3年入面喺創科界拎過唔少嘅獎項。我哋由 AI 嘅研發、應用落地、blockchain、mobile application 嘅 development 都好有經驗。為咗我哋有一個更好嘅 go to market 嘅策略，我哋會集中同已經有客戶地址嘅唔同公司、機構、商會合作，例如全港最大嘅僱傭公司、全港最大嘅到會公司、家居工程配對平台、香港電商聯會、香港零售科技商會等合作。Metaverse 係一個好容易 scalable 嘅平台。如果我哋每日有3單廣告投放，平均每開支為1萬港元，我哋1年已經可以做到240萬生意。我哋1年後會先推香港熱門嘅旅遊地點，包括大灣區、台灣、日本、泰國，總共加埋大約係3億人口。最後，我哋一齊努力，由而家開始同紙張宣傳單 say no， 為香港減少每年10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，相等於10萬程來回由 London 去 New York 嘅航班。我哋最終目標係每年為地球減少12億噸嘅碳排放。多謝各位。